你能干点什么？开个车都开不快。这是最后一位最近有大额存款记录的了。龚小霞，43岁，家庭妇女。我猜测她是最没可能的，所以我就把她分到这。又是猜，谁教你？那谁呀？警察。阿姨啊，您不用紧张啊，我们呢就是向您了解点情况。您昨天不是新存了一笔存款吗？4万块，我们想知道您这4万块的来源。所以这钱是你女儿留给你的，什么时候的事？就是前天晚上的事。我说她一声不吭，原来要离家出走。这死丫头，真是气死我！阿姨，您认一下，这是你女儿吗？这是哪里拍的呀？怎么穿成这样？青叶夜总会。夜总会，不可能。明白，看来他没告诉你他在那儿上班。这绝对不可能！我女儿有正经工作的。那你方便告诉我在哪吗？广南服装厂，还是托关系把她弄进去的，待遇不错。阿姨，那你知道他最近跟谁联系比较密切吗？不知道，她也没有什么朋友啊。哦，对了，我见过一个像小流氓一样的人送过她回来。阿姨啊，如果他回来了，您务必第一时间告诉我。我筛选过的最有嫌疑的几个刑满释放人员。资料。啊？什么资料？他给你那个资料。哦，您说没用的那一份。阿姨，您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你认识的？这个人就是这个小流氓送她回来的。你是赵老板吗？我们是数据刑警队的，见过他吗？啊，你没在找他，我在找他呢。他去年借了我台车，到现在没还，人都找不到了。上次你见他大概什么时候？大概3、4天前吧。那他跟你借的是什么车呀？大发，面包红色的。行，你那车报警挂失吧，找不回来了。啊，不会吧？真的？哎，这个人平时住哪儿啊？他就住在那边。走。老板，对，这个人平时跟什么人接触？不了解，不过最近交了个女朋友，一下班就来找他，换个衣服就出去了。哎，除了这个女同事找过他以外，有没有印象？有2个男的，一个长得愣愣的，一个全是长的黄毛，那个有印象吗？你说的三儿跟小龙啊？哎呀，看来咱们呀不用去广大服装厂了，你们从这儿来的吧？你也查到了？交换一下信息吧。老板，注意一下这2个人，有发现一定要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。
下车。呀，这哪儿这是？这没出过南呀。大哥让你下车，你就给我下车。咱们从客运站走。嫌疑人的周边所有相关人员都摸排过了，他们肯定是离开本市了。你看啊，夜总会有不少有钱的客人，他们直接抢这些有钱的客人，不就省事儿了吗？一点也不省事儿。这些有钱的客人大多数都有社会背景，而且他们一旦失联，家属会立马报警报案。但夜总会这些姑娘就不一样了，大多数都来自外地，没有背景也没有靠山，学历又浅，最容易被骗，也很少跟家里人联系。他们要是一旦失踪，等我们找到尸体，还有几条能用的线索。这个化名为佳佳的曹爱元，就是为了赚钱还给他的妈妈一场养育之恩，然后心无愧疚地离开这个城市。案发后第2天，曹爱元去广南服装厂和歌厅办离职，其目的都是为了试图抹掉其个人相关身份信息。恰巧被我们碰上，离开歌厅后回家，当晚离开本市。可抢钱就抢钱，那他干嘛非要杀人啊？大概率是出了什么意外。你想，他们绑了人逼问钱财的时候，这个李娜、陈高娣可是见过他们几个人的脸的，万一放跑了一个，将来都是隐患啊。还有啊，这些人呢也下手没个轻重，做人做事没什么规矩，保不齐姑娘们又喊又闹，要逃要跑啊，他们一下手，或者是误伤了一个，或者是不小心失手杀掉了一个，那第2个能留吗？造成这样了，2个必须都得干掉。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那把这些分析整理进报告，把情况汇报上去，申请下发全国通缉令。到。谢谢啊。你叫什么？曹爱元。喂，你怎么不问问我叫什么？你叫华卫红。你也太土了吧！礼貌嘛。走了。我不喜欢别的男人碰我。我知道，我更不喜欢。所以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了。那你这次不会再杀人了吧？我又不是杀人狂魔。上一次那是意外，你也看见了。我不上，老三和我们都跑不掉。这次，等我们凑够钱，我们就去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，从头来过，好不好？是娜娜介绍你来的？对，娜姐说您之前特别照顾她。那你之前也是做这一行的？啊，是啊。那你叫什么名字？阿志，您叫我阿志就行。阿志啊，好，明天就来上班啊。好，谢谢经理。
喂，喂，儿子，还在加班吗？啊，对吗？你白天抓坏人，晚上还加班，不如回来，妈给你找个工作。妈，你打电话给我说这个的话，我就挂了啊。警察这个事情没得商量。你要气死我是不是？好了，妈，你早点休息，晚安。从命案现场发现的名片来看，难道他们……我找着先进来，先进来。呀，几点了？你大叔吵什么吵啊？有什么事不是明天说吗？不是你什么态度啊？这是命案，我找着线索了。你什么态度？你跑我家大喊大叫，你问我什么态度？你什么态度？你要不要看一下你呼机啊？我呼了你多少次？你但凡回我一条，我都不会来你家里找你。我刚才在忙。忙什么呀？这个点你能忙什么？这是命。不早说！哎呀，小朋友，叔叔刚刚声音太大了，对不起啊，吓着你了。叔叔不……你不早说，哄女儿睡觉就哄女儿睡觉，说呀！我是不是惹她生气了？哎，没有，她就是有点怕生人。哎，刚才说什么？接着说。自己看。楚东皇冠夜总会，这就是他们下一个目标。就凭这么几个模糊不清的字儿，就断定这他们下一个目标。案发现场有一个证物是一个名片夹，名片夹里面少了一张。这个名片夹是李娜的关系网，我怀疑他们用李娜的关系网会继续作案。你就这么断案的？太草率了吧！琳达账户上转走了4万块，曹爱元转手就都给他家里了，说明他们手上根本没有多少钱。你怎么知道他们手上就根本没有钱呢？他还抢了李娜的很多钱呢。李娜，我查清楚了，李娜根本没有钱，她每个月挣到钱都会转我家里。我就这么条线索，你查还是不查？我以前是服装厂的工人，每天对着织布机工作12个小时，1个月不到，手上就全磨起了茧子。我自己做的衣服，自己却一件都买不起。那些衣服会发往北京、上海，甚至香港、美国。那个时候我就在想，什么时候我也能去那些地方看看。可小时候我的爸爸就死了，我的妈妈，我考上了大学，她却不让我去上，她要让我嫁给一个我只见过一面的老头。因为我有一个小我6岁的弟弟，他要拿我的彩礼钱供我弟弟上大学，我就只能放弃了上学的机会。妹妹，哥还真不知道你还有这么可怜的身世。来，哥敬你一杯。我也来敬一杯，咱们3个一起敬一杯。哎呀，老板不用敬我，我编的。啊？开玩笑的。啊？被我给骗了吧？咱们3个大男人差点被他骗了啊！这小丫头可真不简单啊！
行，甭管什么真的假的哈，反正我觉得妹妹说的挺好的，我还真挺感动啊！你说谁他妈没点属于自己的小故事呢？那是啊，都是天涯沦落人，都不容易啊！来，咱为了这个一块干一杯，来！来，姐妹们，让我们来一起敬一下洪老板、田老板和郑老板，祝他们生意越来越兴隆，天天来我们这里玩。好，来，干杯，干杯！哎，喂，哎，于总，对，您说，我在公司加班呢，对，给明天见客户准备资料，啊，电话没接到，我在楼下吃饭呢，哎，好，您来，我马上就来。去楚东？瞎胡闹！仅凭这名片套上的印记，就确定去楚东？那广州人、深圳人更有钱，你们不怎么去查个遍呢？啊？对，吕队说的有道理。有必要我会查个遍，但首先得是楚东。这次找不着他们，以后再找他们就难了。这通缉令已经下发了，全国警察都盯着呢，就差你们俩了。对，你别这么说，不差我，差他。我们俩接单子，我们俩得负责到底啊。是负责到底，可是我家里很多事我都得负责呢。行，你不去算，如果出了事，后果我自己承担。打算什么时候出发？现在。就给你们5天时间，没有进展，马上回来。时间紧急，来不及申请配枪了。我去找领导申请一份办案协作函，你们2个注意安全。是。我也跟他一块儿去啊。哎呀，你经验丰富，你去了我才能放心啊。你别说，这小子的查案手段跟咱们不一样，或许会真的有收获。或许会有收获，可是那一诺怎么办呢？老办法，我一会儿给你嫂子打电话，就到我家住几天呗。哎呀，是，一诺最近精神状态比原来强多了。他平时吧，就是需要人多陪他说说话，陪他聊聊天。你给嫂子叮嘱一声啊，你就放心吧啊。一诺就像咱们家孩子一样。去，出了问题我拿你10分啊！哎呀，好，有事呼我啊！大家，哟，在呀，管什么呀？谁没有啊？哥们儿，让你出了吗？什么都有用得管呀？大不大？大不大？说大！哎，说大！八要不上，要不要？八要不要，大哥？你们先玩，别动我牌啊！我找到目标了。好下手吗？宝贝，你辛苦了。这个人他特别有钱，做完这单你会收手吗？如果他真的那么有钱，老子把他抢的毛都不剩。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最后一次啊。那他们呢？他们俩听我的，我听你的。大哥，我刚才听里边说啊，咱们这真是最后一单了。咱们是得换种玩法，这么搞下去，早晚得出事儿。
你太相信他了吧？那是你嫂子。大哥，你来真的？他都每天摆个臭脸给谁看啊？他跟我们就不是一路人，他就是在利用我们搞钱，搞到钱之后再一脚把我们踹开，信不信？怎么踹？这样踹！啊，大哥，我知道错了。大哥，老三知道错了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也多听你的，我也多听你的。我知道，我也再不多错了，大哥，我求求你别打了。妹妹。还疼不疼啊？想吃点啥？都可以。真是啊！哎，我一直想不明白一件事情。你说曹委员这种有工作有家庭、看似生活稳定的人，为什么要跟防卫房这种刑满释放人员混一块儿？你谈过恋爱吗？啊？一看就没谈过恋爱，你懂什么呀？你这穿衣打扮、家庭条件应该也不错，你为什么放着稳定的工作不去做，偏要干刑警这种随时有危险的事情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啊，有时候这选择是不需要理由的。师傅！哎呦，快！哎呀，多大了？当队长了还没大没小的。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就是楚东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张然同志，这位呢是我们广南的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林伟同志。你好，林同志。你好。马队转业之后带过我一阵儿，你们来到这边有啥办案需求，直接跟我说就行。哎，我们只有这5天时间啊。这个楚东的皇冠夜总会离这儿远吗？不太远。那赶紧带我们走，快！哎，我们这都是非常正规的，就是唱唱歌、喝酒，没有其他什么了。问你了吗？我们就过来找个人，好好配合，就没你们什么事儿了。好，我给你都叫好了，在这里面，你们随便问啊。几位警官，有点事情要问你们，问你们什么就说什么啊。你们看看，你们有人见过这个女孩吗？这照片看着有点眼熟，但是又有点吃不准。你看看，这像不像阿志？是有点像，但是气质不太一样。阿志可是离子烫，时髦的很呐。谁是阿志？阿志在这儿吗？他请假。知道他住哪儿吗？不知道。你们和阿志熟吗？不熟，他才刚来没多久，一上班就有客人来找他，我们可没机会见他。那你们和阿志的客人熟吗？带我去看一下消防栓和灭火器。全都有，张警官，这上个月刚查过。你的消防栓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啊？没有。没有还不带我去？好，那这来吧。哎呀，打扰你们上班了啊！我们来呢也不想耽误大家太多时间，首先去找照片那个女孩叫阿志的，问完就走。那个叫阿志的女孩你们都见过吧？跟她熟吗？不熟，刚来没多久。那他接触过那么多客人，肯定你们都认识。客户的资料你们谁有啊？我有，我知道。你们谁啊？郑志强是吧？啊，警察办案，找你了解点事情。认识他吗？
什么事儿啊？没事没事，我们出去说，我们出来。哥，阿芝我确实认识，不过我去皇冠夜总会都是应酬客户去的，开发票走报销那种。这个叫阿芝的女孩有没有单独约你去过什么地方，或者说你跟她单独见过面？不是，先生，这个话可不能乱说啊！我钱全部在我媳妇那儿，我哪有这个钱呀？行了，你要是再看到他，记得报警啊。好的好的。你们这是洪金义家吗？是？你是洪金义的？我是他老婆。他在家吗？他不在，出去应酬去了。和谁啊？我也不知道。他是出什么事儿了吗？没什么事儿，我们就例行检查。他有手机或呼机吗？他有手机。手机关机了，可能是没电了吧。那你还有其他联系他的方式吗？我再打给我表弟试试，他俩是合伙人，经常一起出去喝酒。麻烦你尽快。哎姐，你姐夫呢？哎呦，姐夫跟田总他俩喝多了啊，抱头痛哭，正诉说革命家史呢。这事儿啊，哭完准能成。是这意思吗？算我没白疼你。走走走。哎呀，我表弟说他跟田总在一起喝酒呢，田总是他的老客户。你们要他现在就回来吗？哦，不用不用。那行，打扰了哈，我先回去了。我送送你。妈妈。妈妈，他们是谁啊？暖暖，他们是……哦，叔叔啊，是你爸爸的朋友，过来找你爸爸聊点事情。叔叔说话是不是吵到你了？哎，这个布娃娃好可爱啊！他叫小暖暖。哦，那你一定叫大暖暖了吧？叔叔下次过来看你的时候，送你一个漂亮的蝴蝶贴纸，贴在暖暖身上，好不好？真的吗？当然真的啦。谢谢。那我们先走了。好。暖暖，时间不早了，该睡觉了啊。那你要给我讲故事。好。你姐要打电话，就说你喝醉了。哎，姐夫，这差点，这不，哎，不是，这药劲儿大，你悠着点。哎，放心，姐夫心里有数，劲儿大点着实。别忘了明早上接我啊！行，没问题，早点。得嘞，悠着点啊。为什么选洪金义啊？我觉得郑志强好像更容易下手吧。他只是个打工仔，来皇冠消费都要开发票报销，没什么优势。老二盯的那个呢？那个家伙好像挺有钱的，还开个进口车。田老板确实挺有钱，但他家里管得严，出来玩就是应酬。我试过几次，根本不上钩。行，那叫洪金义。这段时间你找个机会把他引过来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同学们，准备上课了。起立。哦。同学们好。老师好。王小胖同学继续喝。我去，这么晚了，哎，不行，我得先回去了。服务员，买单。站住！
我说下课了吗？洪小胖学生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想给你请个病假，早点回家休息。老师本来还想带你去老师的私人课堂，给你单独补课呢，可惜。啊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如果您哪天下课早了不忙的话，让洪小胖同学单独去您的私人教室，您给辅导辅导。什么地儿？这么破？哈志老师，洪小胖到啦。小胖进来吧。好的。记得关门哦。小胖收到。阿志老师，洪小胖准时准点向老师报到。小胖真棒。小胖这么棒，老师是不是应该给学生一点奖励呢？要不然让我亲你一口吧。小胖今天不乖哦，老师让你做了吗？你就做。哦，小胖听话。小胖就帮老师按摩一下好不好？老师不累。小胖刚刚学的手艺可好啦，你不试一下不知道。小胖放手，放手！你今天犯错误了，老师不教你了。洪金义，放手！你跟老子装什么装？都来你这个破地方，你戴上他妈个眼镜，你就跟老子装老师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老子装一回老师，教你学点别的。咱们上去吧。再等等。我不喜欢别的男人碰我。走吧。志老师，辛苦了，这是给你的学费。喂，谁呀你？小胖跟我来了！你谁呀？没事吧？真的。大元，对不起。大哥，有个手机，还有钱包，就这么一点儿。床上还有300。老婆孩子，老婆孩子这么漂亮，还他妈出来玩？大哥，咱可以找他老婆要钱啊！别，我不敢了，那个
饶了我吧！那咱得留点什么东西，证明他在我们这儿。右手。刀给我。别！拿右手碰到我女人。没有，我没有啊，大哥！从此啊，王子和公主就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。一定是爸爸回来了，乖乖睡觉啊，妈妈去看看。你们是谁？怎么有我家的钥匙？你就是姚淑芬吧？你老公让我们给你送点东西。麻烦你下来取一下。我老公托你们带什么东西了？上去参观参观。吴太太，不用紧张啊，我们坐下来慢慢聊。怎么了？我老公是不是死了？放心，他现在很好，很安全。但是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他一只手剁下来吗？得罪你了？他要是得罪你了，我替他向你赔，我不是什么。这恐怕赔不起啊。他碰了我的女人。大哥，里边有个保险柜，打不开，没密码。洪太太，密码是多少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他老婆，你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，他从来不让我碰钱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这是你女儿，她叫什么？暖暖。那暖暖她应该知道了。
咱们在上面找到可爱的暖暖了吗？他不在，他今天不在，他在我爸爸家。这么巧，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？没有。他女儿确实不在上面，他应该不会对我们撒谎吧？那你老公可能就要受点苦了。喂，老三，问他密码。知道了，放心吧。我告诉你，我只要密码，别搞事情。醒啦！我什么都会。把你家保险柜密码告诉我吧。照片我看了，你老婆跟你姑娘，你帮我选一个吧。你不选，当你默认了，我两个都要了。我要。洪太太，你老公不告诉你，我告诉你，151-902，辛苦你一下。老三，那孙子不用留，你等我电话再动手。搞定之后码头见。谢谢你。搞定了吗？天亮有船，我们就走。不疼了。算了，后不及妻儿，先盯着他吧。咱们在田永安家楼下守了一晚上，人还是没出现。还差一个田永安跟洪金义。哎呦，都盯了一晚上了，你眯会儿吧，我盯会儿。等会儿。张人来信了，田永安在织锦路。走，走。这个人呐，我确实认识，找过我。不过我去他那纯粹是为了工作上的应付。他后来见我不上钩，就去找的我一个老客户。你的什么老客户啊？他是搞房产金融的，叫洪金义。洪金义？对。他跟田总在一起喝酒呢，田总是他的老客户。你昨晚不是跟他在一起喝酒吗？
我跟洪金义有段时间没见了。坏了，谢谢你陪我调查。不客气。我还以为你死了呢。别杀我！我大哥给我打电话，我是不会杀你的，啊。老二，走了。开门。龚锦义，龚锦义在家吗？我这有你的挂号信，出来签收一下。大哥，你先走。来！来人，快！我在呢，快跳啊！快呀！我接着你。你留下来看住他。黄月红，你被捕了。没事，快走。警察要来了。你少他妈废话！你看我像警察吗？陈哥，你好好想想，那么长时间不给你打电话，要不然他们就扔下你跑了，要不然就是被抓了。不信，你可以打个电话。世上最不能信的就是兄弟，他们肯定已经报警来抓你了。你去取钱，大哥，他去。有人觉得自己真的很会卖。老三，有你跟你就坏事。老二跟我走。暖暖，暖暖，暖暖，你在哪儿？暖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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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吧？啊，暖暖，你说话呀！别吓妈妈，暖暖。
你们见过这两个人吗？欢迎光临。琳琳，开个房。哎，美女，电梯在哪？右手边。进进。怎么了？老实交代，华卫红还有曹元在哪儿？我也想知道他在哪儿啊！如果你们能找着他的话，帮我向我大哥带个好啊！没看出来啊，你还是个硬骨头啊！硬骨头看起来没啥意思，是吧？再说了，张然已经派人把立刻出动所有路线都封锁了，耗嘛？有的是时间陪你耗。接到线报，华卫红和曹元出现在了水榭宾馆。哎呦，我帮你给你大哥带好了啊！既然你们兄弟感情这么好，我得带回来，你们俩在这慢慢聊。谁报的警？是我。你见过他们了？我见过。确定是他们？确定。确定说正门吗？还是什么门？有后门和侧门。兄弟们，后面是不是顶死了？好。住几零几？611。上去多长时间了？大概半个小时吧。马队，没人。他们根本没住这儿。哼，调虎离山。他们现在已经离开出动了。你跟鲁三联系上了吗？没事，老三机灵。老二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。警察要是问起他来，他万一……你放心，老二从来没让我失望过。倒是阿三，从小到大遇到事都有我护着，骨子里软一些。不过没事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跟着你。我们现在去哪儿？桂溪。如果老三能跑出来，他会知道去哪找我们的。2个案子2死1伤，近10万财物。这要是你一个人干的，判2个死刑都够了。但从犯不一样，你说你还这么年轻，何必断色一生啊？那你就直接枪毙我呗，让我早点投胎，下辈子做个好人，不就行了？吴兆祥还是什么都不肯说。华卫红、曹爱元一个没抓着，吴兆祥什么都不说，真没用。你怎么没用啊？你抓华卫红那么拼命，我佩服你，敬你一杯。我也敬你一杯。是我拼命吗？只是他们把自己的命看得比我的命重而已。哎，你那个二等功是不是这么给拼来的吧？老马，你知道我哥叫什么吗？
林坚。想起来了吧？就是5年前撞拐卖儿童被自制土枪打死的警察。其实我当时特别恨，怎么就不能把案件调查的仔细点呢？怎么就发现不了那把自制土枪呢？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我只有一个目标，继承我哥的警号，成为他，比他更强。好，你怎么回事？什么我怎么回事？一诺的妈妈呢？别问了，什么别问了？我都交心了。让你别问你就别问了。你让我别问就别问啊！哎，行了行了，别吵了，也没啥不能问的。第一次聊得这么痛快，那就多说说我这掏心窝子的话。准备1、2、3，当当当当，看看，哈哈哈，怎么样？这里给我分的新房子，哎，你看你们这家具都是我自己新置买的，以后啊就走咱们的婚房，喜欢吗？房子好有什么用？你工作那么忙，结婚之后不还是我一个人吗？永远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，还说什么生孩子呢？你看你这话说的，我现在刚升了副队。工作忙是正常的，说明队里需要我。哎呀，反正这个我先忙工作，孩子事过2年再说吧，好吧？她是谁啊？她是我妹。你现在已经大4了，知道吗？明年你还要考研，最关键的时刻呀，这关系你的前途了。你现在肚子。你将来怎么办呢？他不说他对你负责，那他人呢？他说要出去做件事，赚了钱就回来和我结婚。我想在家等他一段时间。哎呀，你这去哪儿啊？我要走了。这是我哥，他是小孩的爸，他叫李强。你不用担心我。你看一下，小马，上面下通知了，这个通缉犯来到了我们广南，调查一下。这不就回来接我了吗？你有没有告诉他，哥是做什么的？江哥是警察。啊，我和小英的车票快到店了，我们先走了，到。走了，哥。站住！你别走了，跟我去派出所吧。我今天看过你的通缉令，贩毒，你跑不掉的。哥，我真的没犯错，哥，你相信我。那天之后，我妹再也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。她把一诺生下来之后，就交给我，就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在这期间，我的未婚妻也离我而去。一诺从出生以后，就是我一点点带大的。所以我跟一诺的感情也最好。可是他长大懂事以后，性格就变得内向，甚至有点自闭。除了跟我以外，他跟外人都不怎么交流。但是孩子是无辜的呀，包括那个暖暖，她也是无辜的。李娜、陈招娣儿，他们也是无辜的，就无缘无故就这么被杀害了。这帮畜生干那些龌龊的事儿，必须把他们抓住枪毙。若是没有这些罪犯该多好啊！可能吗？